不，越就是也是可以的，可以，但是里面配没问题，只是那个距离有时候很近，对。开始了啊！对。现在这个好。要前一点，我在这里。这样。哦，可以，可以，没错。我这边，我就往水这边。2曲不多。
9分钟，哎， 9分钟这个球连场了嘛，就行啊连。场了嘛，他连场。对对对，这个一起录。哦，那好长。 9分钟，不说了我，拍了7分钟是没得了，没电了。我换了一个电池，我那个电池没得了，哎呀，我气了就。我把这个就我拍了7分钟，但是我还是拍了7分钟。这个叫啥子名字啊？羊血锅庄，锅庄连唱是吧？没事都是羊血锅庄，夜场，到时候你这要一个说了要跳伞，是我想。到时候你发一个啊，发个谁都可以。到时候重新配一下音。那个音里面有杂音。还有你再稍微休息一会儿，这个他还没好，哇，9分多钟。他右腿受伤了，哦，我就说刚刚他走路有哎点奇怪。走的有点斜，遭那个有小朋友抱了之后他摔了，应该遭崴到了。 9分钟这个还是不是个简单事情。去医院看没有？没有，他自己都10多天了，慢慢都恢复了。来起来，哎呀，太热了，主要是啊，你热不热啊？肯定热呀，走舌头就热。热了。热了没？要什么先？跳伞。吉祥如意。吉祥如意可以，这样的。会吗？会吗？吉祥如意最近。我怎么会要看你跳？我才跟你跳，因为我不会。跳了。是吧？能看不跳，不会。哎，那个那你跳个会跳的呀？看着我。要带有点气，你要把那灯遮到就对了你。基本上要下面把那个。他那个下面那个灯太亮了。对。那个光线要好一些。哎，你就站在那儿，就那儿合适。把那边不是有那个吗？男女的那个刚好，把那个下面那个取掉。我就直接把那个取掉。你们两个站好了过后，我就开始放啊。老板过来，这样就可以，这边就是。 3、2、1，走。
们4秒。可以可以。哎呀，哎，最近不是那个韩国的那个叫谁说的？让沙巴的那个叫什么？好多好几加个罗个。巴那个也挺好，也挺好的。那个安多巴布伦。哎，你跳不跳？跳一个呗。快来。看吧，我新舞都不会。啊？你跳旧的吧？你那个老舞嘛，新舞不会，老的会。在后面那个11起吧。老舞没起。语气的吧？语气跳吧。老舞没起。新的不会，老的会。他有音响，他这马上开局就走了。好，跳就走了吧，好吧？这有点那个他们比较快的，那个，那小胖那天跳那个地台滑了，确实。他们啥呢？有，人生兴衰嘛。找到给你找我找到你把你给找到。四方大师人生兴衰话很多。啊，我就说。确诊的老乡。好吧。我学会那个吉祥八宝。哦，吉祥八宝。这里吗？啊，对，这边。这边，就对了，就是。哎，对。不是，这个位置可以了。你可以往这斜一下，往这边，往这斜。哎，对。斜着。都可以。好了，往北。
法跟你还有点不一样啊。真的啊？啊，是不是？他好像是出的那个手势好像跟他那个不一样。对对对。对，我第一次见那个白花。上哪还有打水球吗？这个。我老乡。阿妹，他说你叫啥名字？拉姆。哦，马木。我叫拉姆，就叫卓玛。我不叫卓玛，我叫拉姆。看这个了。拉姆这个刚刚好漂亮哦，刚刚漂亮。谢谢。上哪跳啥嘞？跳这个。新的吗？看懂吗？不懂吗？这个。热瓦香。热瓦香。太热了。完美至极。你拍谁呀？哎呀，还拍不拍哦？你不是拍一双，一张床子，几十块拍一张。你不会把他带到澳洲去吧？啊？你不
会把他带到。对，我们一般不可能，他要去那边要至少要待将近30天吗？23天吗？他就是必须得他必须在飞机，反正要23天左右。这价格要将近6万块钱嘛，57000多。这太小了。我们套完了过来的量还是有。就是主要是那个20-30天在那个还自己见不到他，见不到他要走将近要将近1个月吧，还就价格57000多，将近6万块钱。没有试过有。哦，这个是你量的嘛？他是见到喝3次水了。你就那个上次那个，我看你那个哪一个？都可以。你跟那个扎西就那个。就是啊，等子啊。扎西。哎呀，你哪个拿手挑哪个？听到音乐就跳哪个，反正都会跳。对，还有拿手的。还是那个75。哦，互相拉热。哦，对呀，不会拉那个。对。索先生那个嘛。哎，我不编了一个新舞，有点好看，改则物语啊。啊？是，我不编的。我编了好几个，他没跳。这个他那个没放嘛？在哪里？哪边跳？这个我就这边。这边。这个音乐。我想拉日。索先生。对，一样的。索先生那个。一样的。这歌也好听。Yeah.
叫什么？哎呀，他永错，就就是永错，以前我记得他的那个什么，这个，在萝卜那边。哎对，也不见了。而且也变样了，对，永错长。对，长变样了，高了，跳一个吧，长高了，跳一个。以前我记得他跳舞的时候个儿好高的嘛。在罗马那边。对，一个他，我记得印象最深的一个他，一个那个苏大，还有一个曲卓儿，秦总那人个子高。哦，见了，好久没见了。心理。张文翻译嘛。可以翻译。翻译。他今年都喝了3次水了，今天喝了3次水。他那个太热了。苹果是可以的。一起做嘛，看一起做嘛。识别出来吗？对，不是让他出上去，但是有些歌曲没有。想要那个艺术的跳舞就更有意思。看他们一起做嘛跳，一起做嘛跳。今天再搭一码跳舞不行，再搭一码跳舞。哎，我这边应该是有外头又不热。不用编，你我让欧马给我发这个吧。还有给我把那个什么视频重新剪辑。对呀。再给我编上来，我有一个世界专门跳舞。我想做那种比较吉祥八宝。吉祥八宝，很好的。吉祥八宝不要跳的吗？不是。不是新人，那个是确诊的亲戚。这是一起做法和永错。在这边嘛，这边。向左打。再远一点。你们可以往近一点，我跟两个可以挨一点，挨着近一点也行。哎，对。准备吧，开始。他们有没有找地方找个景点？你是几点嘛？这都是那个电影。
这个放一下。上个厕所。抖音里面。你是这样吗？张哥，你要跳什么？行，他拍一个，然后我给你放。少了小朋友。四方大师啊？四方大师。四方大师吗？对。四方大师，我这。我这个，我给他一整了，他光把那拍一个朋友。高压地球。夜来接我，怎么我可我？最近好像做的也多。那个你会吗？工人本色，10岁，啥我自己来拿。杰哥，帮我放一下《工人本色》。稍等一下，他要跳那个。行。啊，好。10岁嘛。他来跳那个。老板过来。闪光阿里。战瓜里。
上直接照。什么直播啊？你估计的。国外的是吧？这人都少了好多啊，现在人都没有。哎，跳舞的人太少了，现在少了很多。哎呀，他是，我那天不看。啊，对啊，没拍呀，在直播了嘛。相机发烫了，相机高温报警了。行了，关都关掉了，他说高温了，高温报警。不成本色。可以了，可以了。有呀有嘛？幅度大一点，小一点，大一点。你小怎么就行？然后我有。自由的发挥噻。对，好，不差点飞。可以。如果是你小大就大，小就行。好。
怎么了？啊，怎么了？没电了。哦，我就说稳定器没电了，这相机没电了，这个也没电了，这个都没电了。这个都没电了。这些是这样的。明天再。明天跟他说一句。你看一定是。这个我没学，唯独这两个我没学。还是会不会？有时候拍。他们会，拜拜拜拜。马超他们会。我也不拍了，我也这个。让我看一下。下次是唯一学的。收工了，走。我摸一下有人吗？这请问他叫你叫什么栏目呢？什么栏目？拉姆喜欢跳舞。栏目喜欢跳舞。对，抖音号就是个。哦，栏目喜欢跳舞。因为呢太多栏目了。哎，以前看到过你这个没有直播了吗？没开播。哎，你上面前面跳的那一首是叫什么名字呢？我上面就是介绍第一个那个曲的跳的。战国阿里，战国阿里，战国阿里。张哥阿里哦，我还没听过那个。张哥阿里啊。那个这是新出的吧？他们压江的。哦。怎么没去教呢？啊，不喜欢跳舞，这个。杆子的嘎。那个男的。拜拜。哪个人？你们是杆子走到哪个地方呢？对，杆子压江的。压江呢？对。哦。好。没电了。这个没电，这个等我这个直播可以，直播可以放上。对，直播可以直接建。
多拍一下就行。吓死我了！哎呀！多跳多撇就完了嘛。一个这个是韩国的，这个是都是一样的，都是一个账号2个哦，一个横屏，一个竖屏。我看到有韩文的，有英文的。这是你的，你韩国，这是我的，这是真的真的，它是它是有就是横屏直播。看嘛，它这个它那个为什么有字吗？它在各个地方的直播，它全球都有。这这个是两个地方的。需要我有。这些好像是一个。也是长得。还有宝贝，李哥的宝贝。宝贝。对啊，5岁了。5岁了。 5岁了。叫什么名字？叫欢欢。欢欢乐的欢。欢欢吗？欢欢乐的欢。